長期照顧長者或者係病患，唔單止消耗體力，更加容易引發情緒疲憊、焦慮甚至抑鬱。若果忽略自身需要，不但可能損害健康，亦都會影響照顧質素。事實上，越係長期投入照顧，越需要認真對待自我照顧，為自己建立喘息空間同支援機制，先可以持續提供有質素嘅照顧。長期照顧長者需要身心兼顧，同家人適當分擔責任，爭取休息時間，並善用上門護理、日間中心或者喘息服務，有助維持穩定照顧。同時應該建立情緒支援網絡，關注自身健康與情緒，必要時尋求專業協助。照顧他人之前，先照顧好自己，係讓照顧走得更遠嘅關鍵。Care Club 萬恩提供靈活嘅上門護理、外傭支援及醫護團隊協助服務，助你有效分擔照顧壓力，俾照顧之路走得更穩更遠。